Hello，大家好。今次我哋 OMG 就要為大家介紹呢個由 Cosmo Girl 舉辦嘅 CG UFay Award 2013。今年係第一年舉辦㗎，係一個專為大學生而設嘅最愛品牌選舉，全部一人一票選出，絕對公平、公正、公開。今年特設網上投票平台，只要大家嚟到 OMG Facebook Fan Page，click 入右上角 UFay Award 2013 icon， 讚好 Cosmo Girl 專頁之後，撳立即投票就可以開始投選你嘅最愛。當中有24個組別，每一個組別可以選擇一個你心水嘅品牌或者產品。完成晒所有組別嘅投票之後，再撳下一頁就要輸入個人資料。喺呢度，你要輸入你嘅英文全名、身份證頭4位數字、電郵地址、聯絡電話。記得喺隊伍代號輸入 OMG， 然後再輸入你嘅所屬院校，例如 OUHK， 以及你嘅學生證號碼。最後剔返下面個框框，我要閱讀條款及細則。你仲可以選擇收取 Cosmo Girl 最新推廣折扣同優惠嘅 email， 然後撳立即提交，你就會有機會得到一份神秘禮物㗎啦。交完你嘅投票之後，可以 click 右上角嘅投票走勢，即時睇返你心水嘅產品排名，仲唔快啲叫埋你啲大學同學嚟參加？如果你哋對呢一個網上平台有任何問題，可以喺我哋 OMG Fans Page 留言，我哋會盡快覆你。再次多謝大家支持我哋 OMG 啊！拜拜。